最近 Donald Trump 政府連續公開咗2次 UAP 嘅檔案，就引起咗全球好多人關注啦。UAP 不明空中現象或者我哋叫做 UFO 不明飛行物體喺近代引起人關注，其實就係源自於呢一件事件。喺1947年7月2日嘅夜晚，喺美國新墨西哥州嘅羅茲威爾經歷咗一場強烈嘅暴雨。就喺閒來閃電期間，牧場嘅主人 Matt Bezos 亦都聽到一股好大嘅爆炸聲。喺2晚之後，即係7月4號，佢就喺佢嘅牧場嗰度發現咗好多奇奇怪怪嘅碎片殘骸。呢啲殘骸睇落去就好似一啲銀色嘅金屬條、鋁箔、錫紙、橡膠帶或者一啲類似木條啊紙一樣嘅物質。而再過多2日之後，即係7月6日，佢就將呢啲殘骸交咗俾當地嘅一個警長 George Wilcox。呢個警長隨即就聯絡咗當地嘅陸軍航空兵基地，基地嘅少校 Jesse Marshall 就奉命嚟到牧場嗰度回收晒所有嘅殘骸碎片。喺7月8日，基地嘅新聞官 Walter Howe 就發布咗一個官方嘅新聞稿，就係話軍方喺當地牧場嗰度發現並且回收咗一隻飛碟，佢哋當時係稱佢為 Flying Disc。呢個咁爆嘅新聞一出，即刻傳遍成個世界，而飛碟呢個字亦都變咗做不明飛行物體嘅一個代名詞啦。但係喺第二日7月9號，事情就發生咗好大變化。Fort Worth 陸軍航空兵基地嘅准將 Roger Ramey 就舉行咗一次記者招待會。喺個記者會裏邊，佢哋就澄清軍方揾到嘅並唔係飛碟，而係一個氣象氣球同埋一啲雷達反射器。我哋依家喺網上面揾到嘅大部分相入邊就係一啲軍方嘅人攞住一啲鋁箔錫紙嘅殘骸，其實咧就係來自於呢個記者會用嚟澄清用嘅。而經過咗呢一次記者會之後，呢一次飛碟發現嘅事件亦都好快俾人丟淡咗。事情經過咗31年，去到1978年，UFO 研究學者 Stanton Friedman 就去翻羅茲威爾嘅牧場嗰度做翻一次考察。佢喺當地訪問咗好多個目擊者，當中就包括咗喺基地嘅新聞官 Jesse Marshall。當年佢已經71歲，佢就同 Stanton Friedman 講，佢哋嗰陣時回收嘅並唔係氣象氣球，而係真嘅飛碟殘骸，而真嘅飛碟殘骸已經俾人調包咗。喺1947年記者會入邊 show 出嚟嘅，其實全部都係假嘅殘骸，而真嘅殘骸已經俾人運走咗。最多人講嘅就係呢啲殘骸最後尾係被送咗去內華達州51區入邊嘅一啲秘密基地入邊。佢話佢係除咗親眼睇到，亦都親手接觸過呢啲殘骸。佢感覺呢啲殘骸嘅重量係極之輕，亦都好難被破壞，甚至乎你用斧頭、錘仔亦都冇辦法將佢破壞到。除此之外，呢啲殘骸喺經過咗彎曲皺折之後，佢哋都會回復翻自己形狀。喺當其時1947年，記憶金屬呢種科技仲未發明出嚟，所以對佢哋當時嚟講，呢種材料特性係好不可思議嘅。另外喺一啲金屬條嘅殘骸嗰度，佢哋都聲稱見到一啲好似象形文字嘅符號被雕刻咗喺上邊。呢個調查嘅報導出咗嚟之後，即刻引起好多人嘅關注。喺往後呢幾十年入邊，亦都越嚟越多人參與調查，結果就累積咗越嚟越多嘅資料。有好多內部嘅知情人士或者目擊者就走出嚟爆料話，佢哋見過真嘅外星人屍體，或者真係喺51區嗰度見過外星飛碟嘅殘骸。而羅茲威爾飛碟事件亦都成為咗外星陰謀論嘅一個經典，同時亦都可以話係近代外星人研究嘅一個開端啦。